后来政府要来开放含3码种的美国猪进口，但是敢若要求业者标示猪肉产地，唔免来标示这个猪肉是毋是有含3码种，这是互民间团体真不满。消基会今仔日就号召几啊个民间团体来抗议，同时邀请到民众就网来联署，拒绝食3码种的猪肉，为家己的健康来发声。拒去吃莱克多巴胺。消基会带民间团体发口号发起联署，拒绝食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，因为政府开放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猪肉，却敢若要求标示产地，无标示讲敢有莱克多巴胺。为何部长陈时中备询的时，这个回答，和民间团体更加不满。部长，请问你有没有办法辨识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办法。但是你没有办法辨识加工食品，你要人民怎么辨识？那既然呢这些含有基改的农作物，我们都能够做标示，那为什么这个含有这个莱猪鱼脯的这样子一个产品呢，不能做标示呢？昨经济部长王美花备询的时，立委要求讲有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，应该有专属的配合，因为王美花以 WTO 会方条件来拒绝，这个回答后民间团体无法度接受。WTO 有一个 SPS 的协定，也就是动植物防疫的相关协定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以在保护国人健康的立场，然后有足够的科学证据的话，你可以提出来。台湾的本土研究就已经提出了非常多的科学证据。消基会强调讲，消费者点无代表无意见，唔若要求大家做伙上消基会网站联署，打算伫11月要招大家行上街路抗议，和民众为家己的健康发声。